儲物一向都係香港人最頭痛嘅問題，要避免啲雜物四圍擺，衣櫃、儲物櫃、地台都係一啲最普遍嘅解決方法。今集就有人反地心吸力，用天花嚟做儲物。呢個單位咧有4個人住嘅，用途咧都係以實用為主嘅，咁啊越多儲物空間越好啦。呢個單位咧佢有個優點就係佢樓底高，咁有3米3，咁我哋就可以向高空發展。3米3樓底，望落去一啲都唔覺，仲有喺呢度穿咗個窿，乜嘢葫蘆賣乜嘢藥啊？呢個單位咧個樓底有3米3啦，咁我哋入門口嘅位置咧，其實我哋做咗個儲物假天花嘅。咁佢做咗個儲物假天花之後咧，其實入門口嘅位置我哋只能夠有2.4米嘅高度啦。所謂向高空發展，原來係指設計師 Jacko 喺天花做咗一個儲物空間。至於個窿，只係因為戶主趕住出街，唔記得閂翻道門啫。雖然儲物空間增加咗，但係就換嚟一個樓底較矮嘅玄關。玄關係訪客入屋嘅必經之路，亦都係展現單位設計嘅第一幕。所以 Jacko 要諗辦法去減輕天花太矮，令到玄關感覺壓迫嘅情況。因為咧本身入門口啦，我哋需要一個鞋櫃啦，其實鞋櫃都會佔咗你走廊嘅空間嘅。當佢佔咗你空間嘅時候咧，其實你睇落去個空間咧就會窄咗好多。咁於是我哋就決定喺個天花度做翻鏡，係啦，嚟放大翻個空間嘅。除咗喺天花度做鏡，唔同闊度嘅鏡仲伸延到去牆身，令到玄關走廊睇起上嚟闊得多。同時亦都方便屋企人出門口之前執個樣。唔同尺寸嘅鏡啦，咁其實我哋想，譬如話好似做翻一個隧道入去嘅時候，因為佢走廊咧，其實佢都偏長嘅。咁於是我哋就好似做咗一個好似隧道嘅感覺咧，就可以入翻去嗰個客廳嘅位置咁樣咯。呢個實用面積573尺嘅單位，4個人住，戶主有2個女初長成，需要獨立嘅空間。但係原則只係得2間房，第3間房可以點樣變出嚟呢？首先就要放棄飯廳，不過都仲未夠，要拆埋雜物房先得。咁樣2個女就可以1人1間房。啱啱提到啦，其實飯廳你就偷晒嚟做呢間房噶啦。咁而家飯廳係咪淨係得翻呢個位置咁細呢？其實就係嘅，但係咧呢一張台咧，其實係一張活動嘅台嚟嘅。咁當佢譬如話有朋友嚟嘅時候，又或者一家人食飯嘅時候咧，呢張台咧其實可以喐褪出嚟，咁就變相就其實都可以滿足到譬如4至6人用都冇問題嘅。每次食飯都要開張台出嚟，雖然係麻煩咗啲，但係總算成功製造咗第3間房出嚟。不過另外仲有一個問題要解決。細女間房嘅位置咧，其實佢原先冇窗嘅。咁喺我哋重新去打造呢間房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都考慮到呢一個原因啦。我哋都特登幫佢做一個窗啦。咁喺房間望出嚟嘅時候，咁就冇咁壓迫，同埋嗰個空氣都可以流通啲咯。係就係感覺闊落咗，但係坐喺度咪好似接待處咁，咁樣咪唔似咯。另外 Jacko 亦都設計咗呢幅牆，細心睇下有冇發現條子紋路嘅牆身暗藏乾坤。牆身部分嘅位置以玫瑰金色嘅銅條去做裝飾，當中有小部分其實係通窿㗎。開冷氣嗰陣，除咗可以加強通風同埋空氣對流，仲可以將自然光帶入房。順利間出咗2間獨立房，不過要滿足2個女想1人有1張大書台同一個大衣櫃嘅心願，設計師就要諗辦法去製造更多嘅空間。佢哋嗰張床咧，我哋用咗組合式高架床嘅設計嘅。變相佢張床升起咗啦，咁上面嘅空間我哋就可以用多少少，咁下面嘅空間、地下嘅空間就可以放翻出嚟去做其他嘅用途。
嚴格嚟講，組合床只算係家私安裝，但係如果組合床牽涉到要改動主力牆嘅話，就要入職申報啦。其實我哋做閣樓床咧，最主要就係要注意翻個單位本身嘅結構牆喺邊個位置。咁譬如話個單位係有一啲梁啊、震啊嘅位置咧，咁就盡量要避開佢啦。睇埋大女間房啊，除咗衣櫃有啲唔同，用咗玻璃門之外，呢度同樣用咗組合床嘅方法，做咗一個類似閣樓咁嘅休息空間。為咗減低閣樓床嘅壓迫感，設計師就喺度做咗懸浮樓梯。不過為咗安全起見啦，佢都適量咁樣加入一啲鋼通去做扶手㗎。主人房方面，由於受到門同埋窗嘅位置所限，所以就冇做到閣樓床。如果呢個房間係做咗閣樓床嘅設計啦，咁其實就會阻擋咗佢好多嘅光線。咁於是我哋就唔做閣樓床，咁啊做地台床，咁就一樣都可以增加到個儲物空間，但係又唔阻到佢嘅光線咁樣咯。完成咗間隔設計呢一項最棘手嘅任務，跟住就可以着手處理單位嘅設計風格。Jacko 決定用物料嚟做功夫。佢想呢間屋嘅設計咧係想 warm 啲，同埋都想高貴啲嘅。咁所以喺設計呢間屋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就用多咗木嘅元素啦。咁另外我哋就用咗一啲雲石啦、鋼啦同埋鏡咧去做配搭咁樣嘅。玄關走廊用上木嘅飾面做牆身。至於客廳呢一邊，雖然用咗相同顏色嘅木材去增加室內柔和嘅感覺，不過就有少少分別啦。木條紙咧，主要作用咧就係可以令到佢牆身咧嗰個層次感豐富啲嘅。咁另外一個原因咧，就譬如話我哋用幼身啲嘅木條紙咧，就可以拉長翻睇落去嗰個視覺效果。咁變相就係話，譬如當我哋牆身要用到一啲木飾面嘅時候，其實一般如果係平嘅話咧，你睇落去咧佢會比較bulky少少嘅。咁而木條紙就可以解決咗呢一個問題咯。要將壓迫感減到最低。呢度同樣加入咗天花鏡，令到木條紙可以無限咁樣延伸，而客廳嘅天花都用咗木條紙去做連貫。其實我哋客廳嘅天花咧都用咗一啲直身嘅木條紙，係去做翻嗰個天花嘅效果，增強翻嗰個層次嘅，係啦。咁另外就用翻一啲盒仔燈啦，咁去翻喺翻佢嘅木條紙與木條紙嘅中間咧去做翻嗰個燈光效果。佢個好處咧就係其實佢係比較細緻嘅，同埋佢可以盡貼個天花嘅。咁我哋都想嗰個客飯廳都盡量去釋放翻最多嘅空間出嚟，令到佢睇落個空間感會大啲咁樣咯。全屋都用上大量嘅盒仔燈，喺客廳同埋走廊都有，可以做到引路嘅效果之餘，同時亦都令到室內有足夠嘅燈光照明。轉用到盒仔燈啊，或者射燈呢一類嘅燈嘅話咧，我哋都要計算翻其實佢個光度夠唔夠嘅，係啦。咁其實個樓底越高咧，咁我哋需要用嘅燈數咧，其實就要越多嘅。呢個電視牆其實係以大女房嘅衣櫃去做間隔。Jacko 喺櫃背呢一度偷空咗一格去打造出電視櫃，並以白底雲石磚去修飾牆身。可以提升高貴嘅感覺之餘，亦都令到客廳更加光猛舒適。如果你個單位同樣屬於高樓底，設計嗰陣不妨考慮呢一種向天花出發嘅設計啊！